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0章，复兴甲幸福的条件。将来我所甲恁讲的祝福甲咒诅发生伫恁的身上，恁伫上主恁的上帝甲恁流放去的列国中想起这个事，迄时恁甲恁的子孙若专心专情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照我今仔日的吩咐，遵趁伊一切的话，上主恁的上帝就会怜悯恁，互恁受掠的人倒转来，伊会回心转意，将伊甲恁四散伫列国的人自己带转来。恁若有人受赶逐，就是伫天边海角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甲恁自己对遐带恁转来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承接恁的列祖占领的地，好款待恁，互恁的人口加添，比恁的列祖较济。上主恁的上帝会洁净恁甲恁后代的心，互恁一心一意听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伫这个地永远徛起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咒诅降落伫恁的对敌甲怨恨恁、困逼恁的人的身上，因会搁听叹上主的话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。恁若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守这个律法所记载的诫命甲规例，搁专心专情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伊会互恁事事亨通，互恁所生的、前生的土地出产的充足有春，因为上主会亲像以前伊爱恁的列祖安尼，好款待恁，祝福恁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毋是恁做袂到的，离恁嘛无远，毋是伫天顶，恁毋免问讲，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，将这个教示带落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嘛毋是伫海的迄边，恁毋免问讲，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，将这个教示带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这个诫命离恁真近，是伫恁的喙内，伫恁的心中，互恁会当实行。就会记得，我今仔日将生死祸福甲恁讲，互恁选择。我今仔日吩咐恁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。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，人口加添，得到福气。恁若违背上主，搁毋顺叹，受引诱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明，我今仔日明明甲恁讲，恁一定会灭亡，袂当伫恁过约旦河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，我将生甲死、灾厄甲福气摆伫恁的面前，着经性命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当继续生存。着听上主恁的上帝听叹伊的话，忠诚跟对伊，伊是恁的活命，恁着靠伊才会当继续生存。安尼，恁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赏赐因的地久长徛起。